日本發生大地震，咱的外交部宣布援助日本500萬的代票。那總統賴清德以個人身份捐20萬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以個人的名義捐100萬。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日的成群平台發文，感謝這掛關心因地震的各國元首，說甲這賴總統鬧交氣引起正能的討論。不過高市早苗今日擱再發文感謝各國，也特別名單內面呢，也有講到感謝台灣。這新聞慰問函交予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片山投資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以個人的名義捐代票100萬予日本捐，希望替地震災區救援和重建盡一份力。片山投資會送鄭麗文感謝狀，表達日本政府和災民的感謝。希望未來台灣跟日本也能夠強化關於防災、救災各方面的交流跟合作。患難見真情。我們過去遇到各種天災，互相支持與幫助。鄭主席這項舉動也是台灣與日本友誼的見證。總統賴清德、副總統蕭美琴和行政院長杜英台都以個人的身份捐代票20萬賑災，外交部嘛援助500萬的代票，幫助日本做災後的重建。我也鼓勵我們產業界、企業界或國人同胞也能夠多多捐款。幫助日本這次的地震能夠早日脫離難關。我們在8.1去報的時候，熊本也給我們大力的幫忙。當然，我們一定要能夠大家互相的一個幫忙。高雄市政府宣布捐日票1500萬，但今賣以個人的名義捐日票50萬來幫助日本。目前災情真慘重的北台市，市長小野太輔表示講，北台市天氣真燒熱，佫欠水欠電，真儕人只會當住佇車頂避難。感謝台灣佇第一時間到3天，是日本上好的厝邊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日社群平台發文感謝有發聲關心地震的各國元首，但是無看到第一時間就發文致意的總統賴清德，引發網絡的討論。不過高市30日佫一擺佇 X 平台發文感謝各國和各國際機構的慰問，佇感謝名單內面都有點名台灣。記者綜合報道。